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，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。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，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，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調伏剛強眾生，知苦拗法，各顯示者問訊世尊。是時如來含笑，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。所謂大圓滿光明雲、大慈悲光明雲、大智慧光明雲、大般若光明雲、大三昧光明雲、大吉祥光明雲、大福德光明雲、大功德光明雲、大皈依光明雲、大讚歎光明雲，方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耳。又出種種微妙之音，所謂檀波羅蜜音、尸波羅蜜音、羼提波羅蜜音、毗梨耶波羅蜜音、禪波羅蜜音、般若波羅蜜音、慈悲音、喜捨音、解脫音、無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獅子吼音、大獅子吼音、雲雷音、大雲雷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說不可說音耳。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有無量億天龍鬼神，亦集到忉利天宮。所謂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須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小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小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福生天、福愛天、廣果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色究竟天、摩希首羅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一切天眾、龍眾、鬼神等眾悉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樹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澤神、苗迦神、晝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飲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皆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，所謂惡目鬼王、淡血鬼王、淡精氣鬼王、淡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攝毒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愛敬鬼王，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。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：汝觀視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，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此國土、他國土，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，汝知數否？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世尊，
若以我神力，千劫測度，不能得之。佛告文殊師利：吾以佛眼觀顧，猶不盡數。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到、當到、未到、已成就、當成就、未成就。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過去久修善根，正無礙智，聞佛所言，即當信受。小果聲聞、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，雖聞如來誠實之語，必懷疑惑。切使頂受，未免輕謗。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，立何願，而能成就不思議事。佛告文殊師利：譬如3000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、稻麻竹葦、山石微塵，一物一數作一恒河，一恒河沙，一沙一界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，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。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，1000倍多於上喻。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？文殊師利，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。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，或讚歎，或瞻禮，或稱名，或供養，乃至彩畫刻鏤塑漆形象，是人當得百返生於33天，永不墮惡道。文殊師利，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不可說劫前，身為大長者子，時世有佛，號曰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。時長者子見佛相好，千福莊嚴，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？時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者子：欲證此身，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。文殊師利，時長者子因發願言：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，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，盡令解脫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以是於彼佛前立施大願，於今百千萬億羅由他不可說劫，尚為菩薩。由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時世有佛，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彼佛壽命400千萬億阿僧祇劫。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，宿福深厚，眾所欽敬，行住坐臥，諸天衛護，其母信邪，常興三寶。是時聖女廣設方便，勸誘其母令生正見，而此女母未傳生信，不久命終，魂神墮在無間地獄。時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，計當隨業必生惡趣，遂賣家宅，廣求香花及諸供具，於仙佛塔寺大興供養。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其形象在一寺中，素畫威容，端嚴不避。
時婆羅門女瞻禮尊容，倍生敬仰，思自念言：佛名大覺，具一切智。若在世時，我母死後，倘來問佛，必知處所。時婆羅門女垂泣良久，瞻戀如來。佛聞空中聲曰：泣者聖女，勿自悲哀。我今是與母之去處。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：是何神德，寬我憂慮？我自失母以來，晝夜憶戀，無處可問知母生界。時空中有聲再報女曰：我是汝所瞻禮者，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見汝憶母倍於常情眾生之分，故來告示。婆羅門女聞此聲已，舉身自撲，肢節皆損，左右扶侍，良久方蘇，而白空曰：願佛慈憫，速說我母生界。我今身心將死不久。時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：汝供養畢，但早返舍，端坐思維吾之名號，即當知母所生去處。時婆羅門女尋禮佛已，即歸其舍，以憶母故，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經一日一夜，忽見自身到一海邊，其水湧沸，多諸惡獸盡浮鐵身，飛走海上，東西馳逐。見諸男子女人百千萬數出沒海中，被諸惡獸爭取食啖。又見夜叉其形各異，或多手多眼，多足多頭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劍，驅諸罪人使近惡獸，復自駁縛，投足相就，其形萬類，不敢久視。時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，自然無懼。有一鬼王名曰無毒，稽首來迎，白聖女曰：善哉菩薩，何緣來此？時婆羅門女問鬼王曰：此是何處？無毒答曰：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。聖女問曰：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，是事實否？無毒答曰：實有地獄。聖女問曰：我今云何得到獄所？無毒答曰：若非威神，即需業力，非此二事，終不能到。聖女又問：此水何緣而乃湧沸，多諸罪人及以惡獸？無毒答曰：此是閻浮提造惡眾生生死之者，經49日後，無人繼自，為作功德，救拔苦難。生時又無善因，當據本業所感地獄，自然先到此海。海東10萬由旬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倍此。彼海之東又有一海，其苦復倍。三業惡因之所招感，共號業海，其處是也。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：地獄何在？無毒答曰：三海之內是大地獄，
其數百千，各各差別。所謂大者，具有18，次有500，苦毒無量；次有1,000，亦無量苦。聖女又問大鬼王曰：我母死來未久，不知雲神當至何趣？鬼王問聖女曰：菩薩之母在生習何行業？聖女答曰：我母邪見，譏毀三寶，設惑暫信，船又不敬，死須日淺，未知生處。無獨問曰：菩薩之母姓氏何等？聖女答曰：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，父號尸羅善現，母號月帝利。無獨合掌啟菩薩曰：願聖者卻返本處，無自憂益悲戀。月帝利罪女生天以來，經今3日，云成孝順之子，為母設供修福，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寺，非為菩薩之母得脫地獄，應是無間罪人，此日悉得受樂，俱同生屹。鬼王言畢，合掌而退。婆羅門女沉如夢歸，悟此事矣，便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，立宏誓願：願我盡未來劫，應有罪苦眾生，廣設方便，使令解脫。佛告文殊師利：時鬼王無毒者，當今才守菩薩事。婆羅門女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